火王还是在了，李晨舟、刘随风，算你们有点本事。可惜一切为时已晚，武林已经大乱。北荒那边我也安排妥当，这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任凭你们再算我一策，也算不到为何我总是快你们一步。老大，你回来了。你刚才，你的武功全都恢复了。哎，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再垂重一点，那就真的有事了。雨涵，老大的经脉真的全部恢复了，而且内力也增长了好多。太好了！兄弟们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们的照顾，我萧修水死而复生。话不多说了，大隐法师现在在哪？梁大侠，大隐法师，多谢二位的相助。现在我已无碍。萧少侠，可还感到经脉有恙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大师不妨看一看。恭喜萧少侠，这新的经脉比之前的还要通络强健，有一股强劲的内力在你体内。看来我金针续脉之后，你有了不少的奇遇啊。大隐法师，其实这内力来自于无极仙丹，是少流泪强行给我喂了仙丹之后，反而让我增强了一甲子的内力。老大，你竟吃了无极仙丹，难怪方才感觉你内力惊人。老大竟有如此奇遇，那少流泪人呢？他已经死了。无极仙丹均被3人获得，燕狂童、少流泪，还有我。不仅权力帮一直想要占为己有，就连朱大天王也一直在寻找无极仙丹的下落。朱大天王也参与进来了。看来一场大乱将至，武当少林将与权力帮水火不容。权力帮为了称霸武林，将更加不择手段。权力帮一直作恶多端，我相信，总会有一天，武林的正派人士迟早会给他们剿灭。秋水，你虽然得了内力，但是武功尚未成熟，还需虚心练剑。复仇之事，还需静待时日。梁大侠放心，秋水也是这么想的。萧少侠，老衲蒙你所救，也算有缘，就将我的绝学心法归西传于你。你以此法调息运气，能更好的驾驭内力。
多谢大隐法师。太好了，正好秋水回来了，晚上我们庆祝一下。梁大侠，多谢好意，庆祝就不必了。这次康初宇是被我亲手所杀，兄弟们，我们总算是给唐柔报了仇。太好了，唐柔终于可以瞑目了。老大，唐柔的仇总算是报了，只可惜我没能出分力。对了，这个是在康初瑜身上找到的，我怀疑他跟权力帮有关，你们去看看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多加小心。萧少侠，老衲心里一直有件事感到奇怪。那剑炉我曾去过，坚不可摧，怎么会被攻破呢？当时是什么情形？真相可有查明？当初我们被权力帮围困，原本凭着剑炉之剑，本可以死守，可是忠心耿耿的秋伯，他突然叛变，暗中在水源下了毒，这也导致我们失去了水源。困守剑炉，那就是等死。于是爹娘，他们就将活命的希望给了我们。他告诉我们说：“孩儿，你拼死当命也要闯出去，一定要保全自己的生命。”可当我们回来之时，剑炉就已经破了。秋伯的事，我也觉得蹊跷。早年间，我曾到府上拜会过谢龙兄，就是秋伯招待的。他清心寡欲，孑然一身，也无家人可要挟，怎么会突然叛变权力帮呢？听说权力帮有种叫做不辱死丸的邪物，折磨的人生不如死。他们以此挟制正派中人叛变投敌，所以才无往不胜，有了今日的声势。不如此丸，叛变投敌。梁大侠，大隐法师，听你们俩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到，恐怕秋伯也是如此。那不如这样，我们现在一验便知。好，各位当心失毒，速速避邪。原来是此物，这是鬼王历练的尸鳖。想来这尸鳖内就是不如死丸。没错，这尸鳖既然是活物，带着不如死丸爬进人的体内，权力帮就可驱使尸鳖折磨此人，痛不欲生。所以无论求生，还是求一丝解脱，都逃不过他们。看来正道各派需要马上集结在一起，不然都会被各个击破。权力帮有此物操控人心，实在是恐怖。真想不到，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是同样的下场。秋水，你放心，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和大印师傅会全力助你。老大，放心，有回风有权力帮，你也有我们神州结义。好，
三少爷，寄给唐姑娘的信都退回来了。大哥，雪玉，你这些日子太过劳苦，我特意给你调了一些安神汤。有劳了。重建幻花，需要花费的地方的确很多，翻修宅院、重炼铁器、置办人马，这桩桩件件，你真的急不得。眼下存银已经折了大半，如今我和你二哥四处奔波筹集。 可还是难填亏空。过去与我们交好的锦都各门派，如今也都弃我们而去。看来这重振萧家，还是得另辟蹊径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总会有法子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糟心事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也没睡啊？我方才睡了一会儿，却又做梦醒了。可是也有心事。 大哥，你知道我方才梦见了什么吗？我竟然梦见自己儿时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和亲生父母在一起，在一个宽旷的院子里，和哥哥一起封着纸鸢。那画面实在是美好。 确实，你从小就和亲生父母离别，但自从进了我们萧家门以后，我们都当你是家人。是啊，自从到萧家，就倍感温馨。爹娘、你、二哥，还有秋水，我们一直都是无话不说，很是幸福。只是。 萧家出事以来，大家都太过心急。你是，秋水也是。可是我想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的心应该仍旧在一起才是。是啊，本来作为大哥，我也不想跟他置气。可那时。 我重开家门，本就受尽冷眼折辱，他倒好，反倒跑过来说我邪恩引爆。哎呀，那日他只不过是情急之下讲话冲了一些。大哥，你就消消气吧，一家人打打闹闹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终究也不是解不开的矛盾。等过些日子呀，我叫上二哥还有秋水。 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好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重开门派，我现在正在和各大门派联络，寻摸着求些远道相助，没心思管他这事儿。再说了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是应该考虑一下他接下来的打算。兵敌，士别。权力宝。老大，老大，有心事啊？嗨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老大脸上就写了几个字：唐芳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唐芳，你还在生我气吗？唐芳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见我呀？你能别说这么无聊的话吗？我只想解开误会。啊，对了，英迪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还在查呢，过2天就有消息了。这个就是带了义父啊。我这可是上等的好酒，
1壶酒3人分，老大请客。那还不错。是不错。来，哎，我喝第2口。不是该我了吗？说好了43颗辰石来纳祖，如今已过了50，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。少爷，今日唐门举行祭祖大典，咱们邀请那些人都去唐门观礼了。什么？唐门每次祭祖都在月中，为何偏偏这次选择在月初？居然选在了今日。这唐门，又是夺嫡又是壮妻，屡屡挑衅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来，干马上啊！来，满意此杯啊！哟，小兄来了。我兄弟2人，不知今日唐门有此大典，不请而来，打搅。哪里，武林各派前来观礼者众多，唐某一时疏忽，忘了给2位递上请帖，还望见谅。这杯我敬萧掌门。哎，不必了。趁着你们今日的喜气，我倒是有一事想问：平日你们唐门这样的祭祖大典，都是月中15，为何忽然改到了今日？我只是按规矩办事，长老们如何决定，我怎会知晓啊？唐门向来低调行事，不喜呼朋引伴，而如今却大肆祭祖，广邀各派。这也是你们当家的意思，还是明知道我们今日萧家设宴筹钱，故意阻拦？哎，萧兄这是要问罪于我？莫说我不知你们家今日要筹钱，就算我特地选了今日祭祖，你们也未必敢闹事吧？啊？好，你们唐门这笔账，萧家今日记下了。哦，对了，如今萧家自顾不暇，既学在你们家的门徒，往后便由我们唐门照管了。小子们，萧叔父要走，你们还不拜别？拜别叔父！你们居然劫了萧家5堂，忘恩负义之徒！我们无意与萧家再有牵扯。你萧家已经大势已去，连几个质子都看不住，只能说时移世易，人心所向。萧一人，你再妄想托大威吓旁人，只会徒留笑柄罢了。你连这个质子都看不住，丢人现眼！你们都用过萧家地，都受过萧家的恩惠，竟然这般过河拆桥！如今这些地又不是萧家的了，还老揪着过去的小恩小惠不放，有意思吗？南宫管家，你居然也在这儿！哼哼，南宫先生所言极是。如今我们武馆用地都是南宫家租给我们的，与你们萧家再无瓜葛。你说我卖的那些散地，如今都在你的手上。没错，如今南宫唐门强强联合，以后锦都武林事务由我们2家牵头负责。浣花萧家也该在昔日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了。别在这儿，1时了，过去吧，快回去吧。
先前我们与唐门在锦都双雄并列，他们便与我们对立。如今我们家刚遭了难，他们便与南宫家勾结在一起，揽人又揽地，这不是明摆着想要一鼓作气将我们萧家蚕食根治吗？唐门的嘴脸不足为奇，可是没想到南宫家现在也是不念旧情。唐宋虽然可憎，可刚才有句话说的没错，如今时移世易。当初南宫家想插手锦都，需要依附我们萧家，可如今我们萧家需要南宫家的助力。可是南宫家现在攀上了唐门这根高枝儿，那岂不是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？他们两家同属奇门，一山不容二虎，说不定不像表面那样同心。况且我们与南宫家也算是有旧交，若是我如今放下身段与他们合作，让他们野心达成，说不定他们会考虑再三。事不宜迟，你先回家，等我消息。让你们不听话，还他娘躲！跪好，跪下，躲！跪好！跪好！躲！还有你！萧掌门，南宫公子，是我萧某就开门见山了。此次前来，是希望南宫家能够念在你我两家之间的交情，此次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重振焕华。待我萧家重振以后，我保证，日后在景都，凡是知我萧家名的人，必定也知晓南宫家的大名。萧大哥言重了，萧家能称得上高手的只你一人，而唐门人丁兴旺，势头正盛，我南宫家凭什么与你萧家结盟啊？唐门目前确实是有实力，不过人心难防，说不定有一天实力就变成了阻力。而我们两家有着多年的旧义，这岂不比外人要来得可靠？这么说的话，我南宫家与你萧家亦是非亲非故啊。萧大哥如何能保证你们萧家的心思就可靠了？无伤的顾虑啊，确实有道理。南宫兄，大哥，此事并非无解。若萧家愿意给足了诚意的话，两家人亲上加亲，也算是好事。哎呀，这小易呀，对你们萧家比对我们家还亲呢。就让雪云嫁过来吧。雪鱼？不可，这婚姻乃是终身大事，应该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，怎可以此为交换条件？你们萧家连这点诚意都拿不出来，还想让我南宫家助你？可这也不应该是舍妹要承担的责任吧？好啊，你不愿意用亲事来维系是吧？那就把你们萧家的剑谱送到我们南宫家，我来保管，这样我就可以帮你了。幻花剑谱？不可，这是我萧家绝学，幻花剑派命脉，怎可托付他人之手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难道让我南宫家求你不成？我萧某此次前来，乃是诚心相求，没想到你们南宫家如此咄咄逼人。那便没得可谈了。送客。好，告辞。一旦你走出这个门，想让你们萧家彻底消失在锦都的，可就不止权力帮和唐门了。我南宫家说到做到，此后江湖中再无萧家立锥之地。幻花剑派百年基业失在你手上，哼！
是你自己选的。就让这长河滚烫在早夕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才算不枉这一败。就让这大地淋湿霜雪也畅怀，平生见一笔曾改。人千年万岁，我一披山开，想等雾散天亮，等你来。风波激荡，逐浪万丈，踏破天光远通往。就让这大雨淋湿霜雪也畅怀，平生见一股曾改。人千年万岁，我一披山开，想等雾散天亮，等你来。虽然无极现代的功力吸收了大半，可这内力与剑招的配合，倒成了一件难事。你爹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把萧家的真本事全部传授于你。娘，爹要您教我天阙剑经。天阙剑经可以说是咱们萧家最深奥难懂的武功，你爹也只是学了个入门。虽然此间心法咱们萧家子嗣自幼便熟读成诵，却也是需要时机方能开始练习。灵泉运力而太渊行之，淡中清明而隔树汇之。干什么？雪鱼都未曾见过那南宫无伤，那南宫无伤志大才疏，绝非良配。大哥，就算是你要为雪鱼张罗一门婚事，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才是啊！你以为我想委屈雪鱼吗？如今他们来势汹汹，本来我想拒绝这门亲事，他们却变本加厉，竟要对幻花剑谱下手啊！他南宫家何以如此咄咄逼人？大哥，雪鱼他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不能为难他。如今这局面，我们萧家只能依附于南宫家。可他们现在不达目的，绝对不会罢休。如果做不成亲家，便要做仇敌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啊！我这么做，还不是为了幻花剑派我们萧家？莫说我不知你们家今日要筹钱，就算我特地选了今日祭祖，你们也未必敢闹事。如今我们武馆用地都是南宫家租给我们的，与你们萧家再无瓜葛。我南宫家说到做到，此后江湖中再无萧家立锥之地。幻花剑派100年基业失在你手上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依然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想喝酒，可是幻花需要你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如今我们萧家哪还配得上你们南宫家？你赶紧随着你父兄去唐门寻大好前程吧。唐门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是我们南宫家不对，
愧对于萧家，我已去书信一封，与他们断绝关系。什么？你江湖儿女，义字当先，又岂能乘人之危，趁火打劫呢？是啊，本来我也以为是义字当先，可如今却是利字当先，势字当先。我萧逸人一定要拿回我萧家失去的一切，让那些鼠辈后悔莫及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南宫家来人了。二哥，别叫我二哥，你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从今日起，你就不再是南宫家的人，也休要踏进南宫家的大门。南宫公子，此事与小逸并无关系。幻花剑谱，是你自己太无能，连力派剑谱都保不住，让那几个叛出萧家的小子这么轻易就得到了。他们竟如此卑鄙，这般背刺萧家。若这幻花剑谱流传在外，成了人人都会的寻常玩意儿，那武林中有没有幻花剑派，还有什么区别？虽然我不知你是如何得到幻花剑谱的，但你若想四处流传，直接做便是。如今特地来此闹事，怕是另有所图吧？还是鳕鱼聪慧可人？你这是想强娶鳕鱼？什么叫强？我失去的妹妹，她萧家必须还回来，填我南宫家损失。南宫公子，此事你真要做那么绝吗？萧逸人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将鳕鱼嫁过来，这谱子就当是聘礼，东西物归原主。否则怎么样？给你们5日时间考虑，过了5日若还没有答复，我南宫家有的是法子，让你们萧家在锦都消失。二哥。老大，你要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查到那枚英迪的来历了没有？查到了一些线索，同时我们还发现权力帮的人也在调查此事。我们特意导了几个小据点，目前对比他们的口供可以得知，这枚英迪应该是来自于一个与北荒有勾结的神秘组织。北荒人的信物？是的，而且该组织目前已经渗透了权力帮内部。2日前，霸王中的火王就因为背叛权力帮、勾结英迪，被柳随风等人处死。随后，权力帮要求彻查此事。此物是从康初瑜手上取的。康初瑜是剑王的心腹，难道这个屈寒山在替北荒做事？可如今这个屈寒山身份已经暴露，早就已经从广陵消失了。哎，巧了，这屈寒山此刻就在锦都。他在锦都？权力帮帮主李晨舟为了抓叛徒，让柳随风唱了一出苦肉计，没想到把剑王也骗进去了。这屈寒山与柳随风本来就不对付，如今柳随风失势，
他便以为副帮主的位置就是他的了，到头来白高兴一场。估计他现在正气得够呛呢。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权力帮所在，但是有人供出了屈寒山的住址，就在附近的同福大街上。柳随风和屈寒山素来不和，我们正好可以好好的利用他们一下。哎，老大，你说如果这个屈寒山若是真的勾结了北荒，现在权力帮抓内奸抓那么紧，他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你说的没错。病急就会乱投医，这一次我要去炸他一掌。看看吧，都挺好的。还有其他样子吗？哎，你等等，给你看看。这个呢？老爷，康初一回来没有？人跑到哪儿去了？这剑王府守卫3年，看来得想办法混进去。这人怎么这么像你在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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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哇！不行，沧海一声笑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浮沉随浪迹尽潮，苍生笑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笑。谁？谁在那儿？三才剑客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曾经流落街头，
是不是被神秘人所救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那个神秘人。你如何证明？临别之时，我曾经留下了一个相认的暗号。暗号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，夜里一翻身，压死知多少？真的是你啊！果然是三才剑客呀！这小说里边原是精通韵律的3个乐池，我嫌人多麻烦就合成了一个，然后呢把它写成了权力帮的卧底，专门给主角提供信息的铁哥们。想不到系统毁了，还保留了这个。好了。哦，忘记了问恩人的尊姓大名啊？在下萧秋水。你就是萧秋水？哎，不对呀，你之前不是说做了好事不留名吗？今日为何会与我相认呢？我说过这些吗？我知道了，定是我的内心感动了上天，所以才让你来找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俩一别，我就感觉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人来开启我的人生使命，而且冥冥中觉得那个人就是你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吹，一直弹，一直拉。哎呀，终于等到你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不过呢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总觉得在我们之外还有一个世界。其实我特别想找个人倾诉，但是这里没有人能懂我。你就比如说吧，在我脑子里总会响起这样的旋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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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别唱了，确实唱的也蛮好的，而且有一点耳熟。来，过来坐。来，过来坐。原来你也听过，我就说嘛，你不仅是我的恩人，还是我的知音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句话，它在我的脑海里格外的振聋发聩，激情澎湃。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？哪一句啊？卖你喝。去你的996！这把老子一天都不想杀了！还呸！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呢，所含情感充沛，需要特别有经历的人才能够理解。你呢，暂时还无法体会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体会这般独特的人生经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不敢跟别人说，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一本巨大的书。你是这么想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想法很疯狂？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一睡觉，就会有各种奇怪的文字在我眼前刷刷刷刷刷刷。对，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段话是这么写的，说你去了峨眉金顶，成为了睥睨江湖、万人敬仰的武林盟主，而我呢，就在一旁给你端茶倒水，不是，端上战袍。你脱口而出8个大字：神州无敌，寂寞如雪。这不是我之前写的桥段吗？哎，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真像老郎中说那样，我有病啊？你现在呢也不用想这么多，也别胡思乱想，更别紧张。来，你坐下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可错了。Oh my god！ 我在说什么呢？按你说的，有另外一个世界影响了这里，你给了我预知能力，所以我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。但你进了这个世界，成为了现在的萧秋水，改变了部分情节，
所以我看到的这些事情就不准了。没错。啊，所以你现在，不仅是权力帮的卧底，还是我的默契伙伴。哇！因为你是我写出来的，所以你脑中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。哦。不过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没关系啊，你有我呢，我帮你一起想啊。只是你把我写的这么好，这么重要，但是我把你留在这个世界里，独自承受这么多。哎呀，我真恨自己没早点找到你，发挥作用。哎，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要先找到权力帮。巧了，我就是在权力帮做卧底的呀。之前蛰伏了这么久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早就迫不及待想大干一场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秋水哥哥，我就是你的三才弟弟。不管有任何事情，你随时吩咐。好的，三才弟弟，过来。OK， 好主意呀！那我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呢，去搬东西送给这个老狐狸。这个简单呐，要搬什么？尸体。我给你写的轻功不好，下次别乱飞了。谢谢。剑王，此人在府外鬼祟盯梢，被护卫发现，还请剑王发落。让柳随风给我出来！小秋水，你的经脉续上了？少废话！我既然能重塑经脉，总有一天我会杀光你们。你竟然来老夫的地盘找柳随风？你的地盘？难不成你们权力帮穷酸到只有一处的剑印点了？快点，把柳随风的人给我交出来！你说柳随风的人在我这儿？别跟我装了。你若不愿意把人交出来，那我也不介意把你这里给拆了。这儿就是我的宅子。你刚才说柳随风的人在这儿，他长什么样？长什么模样？寻常模样，和他们穿的衣服是一个样。小秋水，广陵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你我的账是还没有算明白。若不是跟着这个柳随风，我见他神神秘秘拿一张图交给这栋宅子里的人，我也不可能会跟到这里。什么图？你交不交人？你可以把它画下来，或许我可以跟你谈谈。起开！隔得太远，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你画这是什么？我可从来没见过。我明白了，这柳随风可以自由出入剑王的宅子，剑王却不知情。行了，找你要人也没什么用，走了。小秋水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你与权力帮有仇，便故意在这挑拨离间。你口口声声只说要杀柳随风，难道你不想杀我？
我是想杀了你，可和柳随风比，与灭门之仇来比，你这点仗又算得了什么？想杀柳随风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对于我来说，确实是难。可加山见王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这个柳随风在你身边安插人手，换作是我，我可受不了。都说剑王是八王之首，如今啊，被一个毛头小子就这么压着，我若是你，何不取而代之呢？大言不惭！你如今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无权无势，武力平平，连我的护卫都打不过，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？我是武功平平，可我脑子好使呀。如今我也是无权无势，难道剑王你不想要英雄令吗？不如我们谈一谈合作，怎么样？英雄令果然在你手上。柳随风这个人精之前一直盯着你，要是真有，他会没发现吗？要想交易，先拿出来看看。你当我还这么傻呀？我现在拿出来，拿不起是等于白送。这样吧，我呢，可以先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英雄令上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掌门的指印。指印一事，武林中知晓之人屈指可数，难道真的在他手上？只要你帮我杀了柳随风，事成之后，我双手奉上。你真愿意交给我？我可是那个曾经要你性命、废你筋脉之人。你废了我武功，我接了你身份。广陵这件事情，也不得不让我明白，英雄令在我手上，不仅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还给我招来祸端。如今我爹娘也是因为英雄令而死。只要你帮我杀了柳随风，事成之后，我定会将英雄令交给你。老爷，康楚瑜找到了，让他进来。你还是出来看吧。谁干的？尸体腐烂严重，伤口难辨，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尸鳖。就让邱伯身上的尸鳖再给你加把火。八王以上都是金文尸鳖，这种普通尸鳖只是用来控制潜伏在各派的卧底。康楚瑜身上怎么会有呢？除了帮主，就只有柳随风有控制尸鳖的权利。加上他一直针对你，妨碍我们的事，想必定是他私自使用尸鳖控制了康楚瑜，探听了我们不少秘密。如果他发现我们，看来我们必须尽快除掉柳随风。可您身上的经文不如死丸依旧有效，这玩意太麻烦了，必须解决掉才行。剑王，你可要快点想清楚了，尽早做决定。要是晚了，这英雄令可就要被柳随风给抢走了。我可以同你合作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必须先交一份投名状。要是做不到，那你对我便无任何用处。什么投名状？
去沂门镇鬼王据点取一样东西。凤儿，这段时间你在家里一直心事重重，是不是在想萧秋水啊？爹，女儿我……你对那小子的心思，爹爹都看在眼里。爹爹并不是想阻拦你，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我们长房一脉的出路。三房一直对家主之位虎视眈眈，而爹爹我又被这旧伤拖累，不堪大用。爹，千万别这么说。等我找到了忘情天书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爹爹其实不仅仅是想用忘情天书来疗伤，爹爹更期望的是，之后就能保护我和我们长房一脉，保护我的芳儿。爹，女儿明白。我们先回房把药喝了。好。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爹对你恩重如山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？可是有什么难处？我不能说，对不起当家的，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好痛苦。我不想这样活着。石壁，爹，你认得这蛊虫？权力帮令人闻风丧胆的不如所案，就是由这种蛊虫所致。难怪你礼数行动异常。只是我们唐门守卫森严，权力帮的东西是如何进来的？肯定是唐宋干的。嘿嘿，多亏你想那一招，剑王现在对身边的人都疑神疑鬼的。嘿，提防得紧，北王那边也只派你一个人去啊。但他也并没有完全的信任我。我总感觉他并不想要除掉柳随风，只是暂时和我达成了一致。所以，我们倒不如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您真厉害。不过，要是你把我也能写的再聪明一点，我肯定能帮上你更多。三才，你已经精通音律，
有熟知过去未来很多的事情，作为一个卧底，已经非常的称职了。你想一想，一个决策呢，如果只有优点的话，那多不好玩啊！所以啊，你还是蛮可爱的嘛。啊，真的啊？对对对，秋水哥哥，谢谢你把我写的这么好。对了，剑王让找的尸鳖王，你可知什么来头？此物事关八王命脉，只要能找到他，剑王就不会再忌惮柳随风，可以随意杀他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不过鬼王生性口味颇重，平日里最喜欢将活人养在棺材里做养料。他的据点还有一个外号叫棺材窝啊。我们去移门镇的寿材铺，定能寻到他的踪迹。传言这个鬼王生性多疑警惕，人多反而会引起怀疑。这东西可真好使，就算再犟的人，最后都会乖乖听话。就剩这最后一只了。急什么？鬼王那边要多少有多少。对了，我吩咐你的事办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走。别哭，别哭了。哎，别该死了！鬼王要的是活人。是。走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来找鬼王的。哟，唐公子，还有唐姑娘。宋姑娘，怎么突然需要这么多养料？尸鳖王近期养育的太多虫卵失去了活力，急需摄取更多的人血来获得养料。当然，这是杯水车薪，想要彻底恢复，就必须带他去公子说的那个地方滋养才行。哦，对了，前几日权力帮内部肃清叛徒，我听说柳副帮主和刀王联合诛杀了火王，此事连你们帮内一向神秘的李帮主和夫人都出动了，可当真？哼，你倒是消息灵通。要我说，以柳副帮主的盖世武功，想搞定火王，只他一人便可。又何必整出这么大的阵仗？难不成你们权力帮做事，就是喜欢一些浮夸的作风？你懂什么？诛杀一王岂是那么容易？帮内八王势力各有各的算盘，若没有一些制衡，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也好奇，李帮主如何让这八王和柳副帮主相安无事呢？据传，权力帮八王以上全都被种下了一枚经文不如死丸。难道是真的？能钳制住对方最好的把柄，就是他们自己的性命。难不成他们要是对别人动手，自己也会死？竟敢窥视我们权力帮内部机密，不想活了！宋姑娘莫生气，舍妹并非有意刺探贵帮机密，我们都是公子的人，绝无二心。哼，
这世上还真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能操控经文不如死丸的尸鳖王，乃是用帮主和诗荣姐的血豢养而成，只听从他们二人控制。别的人就算知道了这个秘密也没用，少打没用的歪主意。原来尸鳖王的用途在此。宋姑娘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担心柳副帮主的安危。既然他平安无事，那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只是，一旦这个尸鳖王有个三长两短，用其虫卵养育所有的尸鳖都会失效。所以，你若是想要继续操控唐门那些人，就必须确保尸鳖王能准时去那里受到天地灵气的滋养才行。明白，此事我定会办妥。公子已经出发了，我们也出发吧。是。是。鬼王高深莫测，你就别再跟过来了。副帮主久等了。逍遥派新继位的那个愣头青帮主，竟敢不知死活的向我权力帮挑衅。副帮主，你猜一猜，他人此刻在哪儿呢？鬼王好雅兴，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请出尸鳖王。此刻他虚弱，你需格外小心才是。我好生看着呢，副帮主不必多忧。有生人的气息，副帮主，你稍作休息，我这就带尸鳖王饱餐一顿。鬼王，这里都是新鲜的活人血，对尸鳖王定有益处，请。不错，是活的，可以一试。那就是尸鳖王，只要我定死他，唐门弟子身上的尸鳖就可以解了。不对，这里混入了别的鬼。萧秋水，航送唐晴，护送鬼王离开。分头行事，万事小心。
糟了，花公子！他的内力怎么可能？柳随风，今日秋水，下面有埋伏，小心！唐风，唐风，唐风，秋水，小心！唐风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中了花公子。我先带你出去。走。老大哥，大哥，唐姑娘没有受伤吧？我们都还好。话不多说，赶紧救人。好。大家都彻查一下。大哥，他还有气息。对，他们只是被毒晕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好，把所有人都给救出来。你们彻查整个山洞，然后去桃仁轩会合。鬼冢已经暴露，但不如死吧，不容有失。鬼王已带着尸鳖王撤离鬼冢。公子，我看那萧秋水也翻不起什么水花了。这萧秋水，短短10日内力为何远胜从前？你可有事瞒我？我确实隐瞒了公子，萧秋水已吃下无极仙丹。你可知背叛我的下场？公子明鉴，就算是要了我这条命，我也绝对不会背叛公子的。是吗？那萧秋水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属下绝对没有被萧秋水迷惑，我不过是看他在邵流泪手上救下过我一回，想还他这份恩情。我发誓，除公子外，我宋明珠不想与任何人产生瓜葛。这么说，只要对你有过恩情，便能收买你，我柳随风身边还容不得你这般3心2意之人。公子明珠错了，即便是天大的恩情，也动摇不了我对公子您的忠心。我帮他不过是事迹从权，我就是一时好奇，想看看像他这样的人，如果活着还能做出什么稀奇事来。但倘若他危及公子，我绝不留他。他那样的人是怎样的人？说！属下也说不清，只是觉得他和我过去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太一样。没看到他，感觉能不用面对刀口舔血的日子，也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。可能因为他总做一些奇怪的事，说一些奇怪的话，让人觉得新奇罢了。不论什么原因，隐瞒公子都是我的错，属下认罚。去思过崖跪着，7日内不准喝水，若天降大雨，便准你活。是。这个时节，思果崖上最是酷热难挨，这一跪啊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喽。公子手段向来残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没想到对宋姑娘也未能网开一面。
不，你们错了。公子本可以直接杀了我，可他却没有。他待我终究是不同的。干杯！干杯，老大！来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这第二杯啊，我觉得得敬我一下。今天多亏了我火眼金睛，发现老大沿途留下的线索，不然可就危险了。那得敬你一杯啊！哎，老大，我们两个一听说咱们神州结义跟权力帮在附近打架呢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结果路上就遇到2位兄弟了，正好跟他们一起过去了。不过就可惜一点啊，这鬼冢里啥也没发现，全让他们给带走了。柳随风这个人本身就很谨慎的嘛，所以东西肯定都搬走了。哎，不过也不亏啊，我今天一到就看见唐姑娘跟咱老大挨得挺近的。对，我也看见了。哎，我看老大和唐姑娘配合这么默契，还真是般配啊！哎，对，对，什么对啊？话怎么那么多？来，喝酒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，老大！来，干杯！哎，大家都在呢。终于顺着左丘哥哥的标记寻到了这里，来的正好，坐下吃饭吧。九姑娘请坐，2个酒碗。左丘，你不给我们介绍一下新朋友啊？这2位是曲家双姝，铁星月、秋南顾。好，今日是老友相聚，那我们今天就多喝几杯。好，来，神州结义，天下无敌。你看看，这个东西要给你看一看。这是天下英雄令。你怎么找到的？当日吴老夫人给了我一把匕首，说是张大侠要赠予我的，而我意外发现了匕首里的这块金石。这块金石就是英雄令，